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警察在今日透早对理工大学的校园发射催泪弹，要民众利用中道伫咧中环快闪。那咧部分区的立委名单拢超袂歹，那也甲问题偏互高端去，搁爱讨论。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空气污染最红灯，高雄过敏的人也加长倍外。头先，咱来关心香港的消息，在今仔日是规天，香港拢总是停课，交通也拢袂叮袂当。想袂到理工大学也变作是警民冲突的阵地。 警方透早就对校园发射催泪弹，伫咧中环上班的人也利用中道做快闪抗议。香港的教育局也宣布讲，对幼稚园到中课继续是停课到礼拜，甚至有的大学也提早结束这学期课程。林天道顶悬地砖被示威者摕来伫大路顶悬起一道 AA 青围啊，好亲像一场保卫战就要开始。 自从示威者8日开始发动大三罢，香港警察连日攻击校园，抗争情绪全面升温。虽然教育局紧急宣布14、84全香港停课，不过校园依然无平静。防暴警察一早到伫理工大学外口向学校发射催泪弹，青年伫平台替雨伞对立，为了反击，一个不明人士向港警射击回击。 二大边的红磡磅空出口也正做学生布防战线，点架路被骗物件收费亭被放火，这条港岛九龙两边往来重要通道袂顶袂当，车拢无法度行。浸会大学外国学生拖行李箱赶紧撤离，对大陆学生、外籍生来讲，香港这时阵袂当阁留咯。如果这个情况都算安全的话，我都不知道安全叫什么意思了。 He said, you can leave if you want to. We can make that possible with online classes, but we don't know if classes will get cancelled. Yeah, it's crazy. 香港中文大学拜二正做战场，事后宣布本学期提前结束。香港科大、浸会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也对咧宣布。教育局也扩大宣布，中学以下各级学校15、85停课到17礼拜日。 青年的教育甲未来明显已经甲香港局势分袂开。过往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为主的中环上班族也看袂落去，趁中道时间伫街路大规模快闪，不过过程一度爆发冲突，发生小拍港警也赶到现场。 提棍拍乌衫示威者上水出现日咧派私刑事件，也有一个女性被带走。反送中运动已经5个月，局势依然是烧袂煞。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咧昨暗时向调一大官来开会，有风声讲伫咧讨论施行宵禁。 警方提升武力，加取消区议会选举的对应方案。在今仔透早，立法会也紧急召开质询会议。政务司长张建宗表示，今日香港是无政府状态，警方会阁请1000多名退休的警员来维持治安。警察非常暴力。 香港街路冲突一直激化，回顾13暗时伫天水围商场，各有15岁少年被催泪弹拍到脑部，陷入昏迷，手术了后依然性命危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拜三亲民，紧急找高官开会，外团香港政府正在讨论是不是宵禁，警方提升武力，甚至取消月底区议会选举，来应对当今的局势。 建制派议员在去拜会林郑月娥了后，也开记者会，强调传达市民心声，佮建议成立止暴协调中心，安排警察伫定定混乱的位置，当值收回。止暴協調中心，簡單嚟講咧，今次嘅暴亂咧已經係持續咗多個月。呢個止暴嘅工作咧，唔應該淨係前線嘅警務人員。 政務司長張建宗在去地立法會備詢時表示，林鄭13調級的指示普通開會，也強調香港完全是限制無政府狀態，警方會重新招聘1000名退休警察，增加人手。同樣亦都有1000個嘅退休同事咧，
查實亦都警方彈性地重新招聘咧。不過香港官逼民反的氣氛真高，愈是高壓，愈派平息民眾怒火，反民派機關質疑，港府根本無要妥協解決問題。廣大的市民一旦覺得你沒有一個公權力，沒有正當性，引來的反彈更大。香港警察提出學生提供錢的相片，在下晡記者會上除了為早起在理大對立行動做解說，也指出這學生是暴徒。可以咁講，香港其實已經係經物盡失㗎啦，市民出街寸步難行。再咁落去，實係想唔到到底明日嘅香港會變成點樣，而香港人，我哋係點樣可以捱過呢一役？警方閣形容香港即馬大家非常氣象，詢問示威者安怎度過這一夜，不過答案恐驚唔是只有一邊提出就能解決。記者綜合報道。咱咧鏡頭看轉到台灣，講到哪裡部分區立委名單，民進黨在今仔日是繼續開中執會討論，不過內部是超尾巴。另外，國民黨內部也當咧超，攏甲問題偏向黨主席吳敦義。國民黨也決定在明仔載要召開臨時中常會。吳敦義在下晡也講，伊的排名會排佇咧較後壁咧。國民黨不分區名單出來，黨內少年派7議員無認同，規暝坐佇黨中央門口抗議。黨主席吳敦義一透早去看因，佮強調講，伊無對不起任何人。我沒有一點點對不起任何人，我都是節制盡忠。現在承擔這個角色，也不是在享受。不分區名單引發爭議，排第10名吳敦義敢若態度真堅定，佮講名單已經通過，但是話甲拄仔講了，國民黨煞決定拜五下晡召開緊急臨時中常會，吳敦義的排名會排到後壁。因為上一回是中常會決定的，所以要改變，我一定要經過中常會同意。所以會改變，對。會改變，會改變。改變是把你自己調整順序嗎？再往下調整。吳主席願意到立法院去，那這當然是好事情哈。那至於現在爭議的，我看真正的問題還是在內容啊，整個排序啊，很多人有意見啊。現在啊，如果能夠調整好，更符合人民的期待的話，我相信國民黨會獲得更大的支持。唔但是國民黨、民進黨嘛，擱咧吵，原定13要召開的中執會，一直到14號下晡，黨內派系擱講未好。總統蔡英文親身出面協調，但是敢若也未出有共識。國民黨已經血淋淋的犯錯給你看了，不要犯一樣的錯。所以，我們待會在中執會好好討論。我們還是希望就這個名單，從社會普羅大眾角度來思考。那昨天晚上有幾家媒體泄露出來的名單，我個人認為，最後結果應該會不一樣。我想對黨的貢獻，還有對黨的支持，還有對社會的交代，應該是很重要的。那這個是我們討論的重點。民進黨不分區的排名真歹調，前行政院長游錫堃要排第第，影響黨內各派系，各有風聲講原本要留予屏東的一席是莊瑞雄的，還是要留予蘇震清，也閣還未有答案。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煞引起黨內基層的不滿。不過，韓國瑜的副手張善政認為，總統甲不分區愛分開來看，佢講吳敦義愛排佇咧第15名。另外，在今仔透早公布競選logo的韓國瑜，煞無對不分區名單加做回應，顛倒是替張善政加講話，強調講張善政唔捌政治，會閣再解溝通。甲部扭開，國民黨公布競選 logo， 總統參選人韓國瑜親身解說，有國旗設置紅色、白色、甲藍色設計英文字 up， 有台灣，閣有船運艦。希望台灣安全，人民有錢。我們把這些希望，台灣人的期待，我們通通把它融入在我們這個 logo。韓國瑜公布 logo 並宣戰，伊的副手張善政是上電台對拄仔出來國民黨不分區提名名單，伊批評講無法度符合社會期待，尤其黨主席吳敦義家己來做第10名安全名單，國情國民團是真濟人失望，為着避免拖累着總統選情，伊主張不分區要甲總統選舉來切割。大家的共識都是說排第15名最漂亮，覺得說這個是表現他的氣度。如果說韓國瑜不能進到總統府，你立法院那邊即使過半了，其實也是假的。對，啊，所以我跟我們國政顧問團成員說，我們就等於說總統選舉跟不分區這個，我們就把它切割。張院長本身是無黨籍，
对于政党政治的运作，他未必这么的熟悉，而且他长期是在科技界、产官学这里面，他几十年经营在这里，并没有涉入政党政治太深，所以我等一下会跟他沟通一下。张善政讲要撤挂韩国瑜是替伊讲话，对张善政好友讲进东票爱投给民众党，嘛给国民党真紧张。我说他们如果不分区真的投不下去给国民党的话，不要投给民进党，重点是不要给民进党。原来予外界放大解说，唔拿张善政家己说明，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嘛替伊解说，讲张善政的意思是伫安慰各种国民团的成员卖失望，重点是爱甲民进党政府换来，嘛卖互民进党伫立法院过半。记者郭灿安、谢启文台北报道。 2020年的大选特别到啊，国民党、亲民党拢已经公布总统甲副总统的人选，敢若民进党的副手也要来公布。蔡英文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昭雄14代替蔡总统去中选会领票，也强调讲副手一直咧这2日啊对外公布，外界也真好闲讲，敢会是蔡偌配？ 总统蔡英文14日下晡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新任代表全裕泰，而且对日本受到真严重的风灾，还有 Okinawa 世界危机修理城的火灾表达慰问，而且佮特别讲到台湾志工去救灾，显示台日关系真好，而且嘛希望讲伫咧经贸面顶继续深化合作。台日互为第3、第4大的贸易伙伴关系。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势下，那么台日洽谈 CPTPP 正是时机，对日本平衡及拓展海外市场也有帮助。 2020的选战进程，蔡总统甲国籍排第1，嘛想要来拼连任。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昭雄早起代替蔡总统去中选会领票。面对其他2党都已经公布副手人选，敢若立言还未公布嘛，引起外界注意。副手这1、2天就会对外来做公开。那我想这个适当的时机，我们会正式向对外来做宣布之后，会告诉大家。黄昭雄直接表示，副手人选这2天后就会公布，而且一定是上好的组合。咁就是大家上5万的蔡偌配，将行政院长赖清德下晡去加人互选。 嘛，叫大家关心蔡偌配的代志，敢是已经确定啊？警察直接冲入去大学抓人，我相信大家拢知影，伫台湾啦吼，伫台湾戒严时代，警察袂使入去学校抓人，维护台湾的民主。 哦，互蔡英文高票当选。赖清德无去讲到蔡偌配，敢若关心香港局势甲立委选情，全力支持蔡总统保护台湾主权。目前总统大选三卡都的局面，赖清德的政治拍算一定会去影响到立院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要参选总统的宋楚瑜甲伊副手吴湘，在今仔日去到国父纪念馆献花敬拜。互媒体问到马英九和韩国瑜第一章提起2000年伊参选总统迄时的兴票案。 宋楚瑜也表示讲，国民党阁欠伊回实的。献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宣布参选2020总统大选了后，透早是到国父纪念馆向孙中山先生致意。宋楚瑜强调，国父孙中山的理想和蒋经国治国的能力是伊上界钦佩的。希望他们不要以小害了大公。最近各党各派都在那里吵吵闹闹。 没有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前面。对着这阵的大选，真做是各阵营互相指控，争来争去的场面，宋楚瑜是真无认同。尤其拿入不分区名单，引发各界讨论，外界也更加关注亲民党的不分区名单，什么时阵会出来？是不是会和国家军做伙合作？宋楚瑜话是讲了解保守。目前还没有做最后的定案，我们希望能够网罗真正社会的精英，共同来一起打拼。 马英九和韩国瑜13讲到能源政策的时，批评蔡英文的挥霍家园根本是在欺骗选民。伊搁较甲宋楚瑜2000年参选总统大选金融备案、兴票案杀出来讲，宋楚瑜是要讲甲真激动，认为国民党这阵要搁欠伊一个实力。我希望，他们在提的时候要补加一句，要正式向宋楚瑜道歉。我已经放下了，我没有再把这种他们所做的龌龊的事情啊，还放在心里。对着香港反送中的情势愈来愈激烈，宋楚瑜表示，台湾袂真做后一个香港，因为台湾这阵也搁有自由和民主。记者欧敏晶、张玉思台北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一开始要来看一条真不幸的消息。在屏东内部有一栋透天的人家厝，透早5点外发生火灾。虽然消防队员是随赶到位，不过一口罩落下，所有4个人无气死啊，送到北医急救也是无效，最后也是断去啊。
车库铁门挂开一个坑，消防人员对这有水线入去拍火。透早5点42分，屏东内部东宁村一间透天传出火警，当时火甲烟就对1楼冲出来，3楼嘛有2名囡仔伫塔门边发救命。当时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2名是在那个3楼的窗口。那因为窗口的话，它有加盖那个铁窗。那3楼的话，我们就用双阶梯，然后用挂梯的方式，然后再使用破坏器材。这样他就是因为他那时候都人很清楚。消防队顺利救到受困的囡仔，嘛伫10分钟以后控制火势。但伫火场疏疏的时，刷队1楼到4楼分别找到李姓的厝主，以及伊的爸母甲国小5年的查某囝，全部拢无喘气。有听到一个小的那个爆炸声，然后5点25的时候就出来敲门，就一直敲门，然后我一直敲。有回应，好像是爸爸说跳下来这样啊，可是女儿就是不敢跳，啊，我就看下来这边，我们家楼下的时候看到火，很大的火，然后慢慢的延上去。厝边判断，一家伙仔6个人当时有发现着火，李氏厝主嘛在帮忙囡仔逃生，但可能出来塔门拢装地汤，1楼大门又搁有火冻掉的。1楼烧得太严重了，从1楼烧上去的，对，没错，起火点在1楼。我也是听邻居说，他们昨天有更换新的电视了。厝边讲前一天李家拄仔买新电视，1楼客厅嘛烧了同严重，可能是一开始着火的所在，但是毋是电线着火，搁随后鉴定。记者王家川、郭建准备报道。因为东北季风甲受到污染的空气吹向南边，在今仔日半暝啊，有20个监测站拢出现红灯，其中小琉球是上界严重的。政府也随启动工厂降载措施，另外过敏的人也开始变多，亲像伫咧高雄，因为过敏互医生看的人也加了2成外。民众挂嘴暗去病院看诊，再去高雄的空气拢大忙，过敏的族群来挂号的人数阁增加。因为空气不好嘛，有一点这样子有一点要那个过敏体质的感觉啦，气喘啊、过敏性鼻炎啊、皮肤炎啊，还有一些感冒的个案比较多一点。大概预估有比平常增加个2到3成左右。根据环保署监测，东北季风带着污染不导弹，伫风尾的中南部13日夜了后，空气品质豆变歹，到14透早上明显。为台中到屏东有20个测站拢是红色警示，台南甲高雄用要全部沦陷。外海的小琉球空污指数是全国上悬。减排的重点对象原则上还是以排放量大的这个工厂为优先的这个目标，尤其是我们高雄市有10几家的这个燃煤的气电共生厂，还有我们台电公司的火力发电厂。环保署主本预测空污的情形要一直到10日，但是高雄市政府观测，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下礼拜一进前应该未阁达到红海。啊，不过环保团体认为政府的空污应变嘛是无够。现在降载量也不够啊。新台电能停机对秋冬空污有明显的改善，那有啦。伊迄10月起停机2部，减煤3到5成，看有啦，若不看就3到5成啊。虽然今年的红海天数比往年较减少，但是款团希望政府爱提早应变，并且增加降载比例。下个月嘛要发起反空污大游行，高雄市政府是表示，当咧和附近的县市了解降载幅度，未来希望都连甘仔是提醒的天数，卖当大幅度降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县内无一级废弃物处理场，本地民国94年的昆污公司伫咧自救乡要进行运转测试，说互居民甲抗议。搁再加上有共污洗风波，互检调所属。虽然讲最后无甲因起诉，业者也在今年3月想要重新申请运作，共管互在地居民甲因阻挡。大声抗议，苗栗造桥3个庄仔头的居民上百个人去苗栗县政府陈情，反对昆污公司伫当地设一级粪扫场。垃圾掩埋场，滚出造桥乡，滚出造桥乡。昆污公司早伫民国91年已经下发摕到伫造桥乡龙兴村设置一级废弃物处理机构，94年阁完成试运转测试，但是遭受到强烈的反对甲抗争，搁再加上有牵涉到收污洗的弊案，不过相关的负责人最后得到无起诉处分。民国18年，搁再申请处理许可证，后标伫县环保局以超过法定审查期限驳回。今年3月，搁再度提出，居民烦恼讲会搁再通过。
主要昆宇废弃物掩埋场它废水没有地方排了，那会污染附近超农田那个300多甲。这边指出，这个废弃物处理场真挖标了大潭的水源，有可能造成四周边环境的污染。它是比较高的地方一下来就是影响到我们有机农场，还有我们大潭离不到500公尺。今年3月，业者提出的许可证申请，予审查委员核决，主要是即马勘地场的处理设施含防污措施标准甲要求，和当年申请气温转的年代差上久。标地管环保局表示，一定会严格把关。县政府这边一定会依法来审查，然后严格把关。标定无处理一般塑料废弃物的粪扫场，业者申请的乙级废弃物处理场，开发面积较无2公顷，闪过宽平的面积要求，空前14栋，历经3任的馆长，基面希望审议委员会当坚守专业，保护好山好水。记者综合报道。在这几年，政府积极推动国土计划，目标要保留81万公顷的农地。不过，环保团体在今仔日举行记者会，这期地方政府乱选地，把农地变作是开发用地，未来可能会有10万公顷的农地会来无去。营建署也回应讲，地方计划草案是需要经过公听会，营建署也根据着国土计划原则来进行审查。最近这几年以来，政府积极推动国土计划，不过环保团体质疑地方县市政府滥散画地，目前已经有87000公顷的残基红为做开发用地，预计未来有10万农地无去，流失自给率40%的国家目标买破功。有非常多的县市直接通通都是把它的都市计划农业区通通都把它划成城乡发展区第1类，5年以内他就说他要开发15347.92公顷。中科4期，然后这样的一个高科技业，然后放在一个高度的一个农业专业的农业生产区20，我们各地方政府透过土地开发、土地炒作，然后来获取整个地方税收的一个进账。地球公民基金会整理地方县市提出来国土计划草案，其中桃园市7900公顷，台中市11000公顷，台南市14000公顷，总共有87000公顷的农地计划为做都市计划用地。环保团体佮点名，宜兰、新竹、彰化3个县市还未公布草案。非常多的重划区已经正在等待发展或者是待开发，包含了新庄副都心以及温仔郡重划区。我们认为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掠夺农地资源。环保团体指出，真侪红标爱搬迁的个案，拢是因为无必要的土地开发规划，呼吁行政院甲内政部爱根据农法条例，分配各县市应该维护的农地总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好真。红叫做最多的意大利威尼斯，也因为这几天拢一再伫咧落大雨，佮撞到大楼，所以发生着这50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圣马可广场也互大水来淹去，市区的点啊，共款互大水来升腾。伫咧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虽然变做一个真大的湖，边仔教堂浸伫咧水内底，变做真正的水道，受到连续几落天落大雨的影响，佮加上拄着满月大楼，威尼斯拄着53年以来上严重的水灾，拜二水位达到187公分，是历史上第2悬，敢若比1966年的194公分较低。规座城市有85%拢叫大水灌入来。No, veramente questa cosa qua era un disastro annunciato l'anno scorso, abbiamo avuto 20 centimetri in meno, io avevo detto guarda abbiamo sfiorato il disastro, abbiamo fatto 160, quest'anno siamo arrivati a 187, 7 centimetri da 66。市区的商店同款是做大水，珠宝店的头家傻市，嘛真表示咧抢救除汤的库存，才袂全部去予水淹去。You see, the water damaged everything because I used to have something in the window, something in the safe. Also, the safe was full of water. This one is the first time like this in my life. The other one was similar to this one was in 1966. 威尼斯做大水上无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包括一个70多岁老大人，因为厝里淹水，想要切抽水机啊，所启用电视。Like everything comes to a standstill, and yeah, it's kind of put our trip on hold pretty much fo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I think it will be a general problem for the future, and it will happe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威尼斯早就伫咧2003年就建设大规模防大水的工程，所以因为时间费用真济，甲贪污的新闻等等政治因素，到今个还未完工。意大利总理孔蒂表示，目前已经完成差不多要9成，会整合技术资源，赶紧来启用。 Adesso è anche la fase in cui iniziamo a verificare i danni, ovviamente non possiamo abbiamo incontrato tutte le autorità locali e le autorità, i rappresentanti delle varie istituzioni, non siamo nella condizione di quantificare i danni, perché questa è un'attività che ovviamente andrà fatta con un'istruttoria ad hoc. 气象单位预测，下一波大流会伫威尼斯当地10时早起10点50分来发生，可能会搁一届造成淹水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 纽西兰国会伫13暗时以69票对51票通过生命终结选择法，也就是甲安乐死合法化，而且伫2020年的国会大选会增加安乐死法案的公投，讲这个最后的决定权要交予人民来决定。 纽西兰国会讨论生命终结选择法案，就是安乐死法案，有支持甲反对议员表达看法，也毋过最后是3读通过立法。The ayes are 69, the noes are 51. The ayes have it. 纽西兰的安乐死法案是因为2019年有一个脑瘤患者来克雷蒂，伊认为家己有选择结束生命的权利，要求法院迫怪医生爱协助伊安乐死。也毋过法院认为这个问题要由国会来立法解决。为了这个原因，行动纽西兰党议员西摩尔在迄一年就提出了相关的法案，刷到2017年6月才排入去议程讨论。在2017年12月甲2019年6月分別通過了1讀甲2讀。 And it's great that we got this far in delivering New Zealanders' choice, but now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out there is clear and that New Zealanders actually get the choice they want from the referendum. Very disappointed at the way the vote went. There are a number of MPs that changed their mind at the last moment. 3讀通過的安樂死法案，只會當用在生命存6個月以內的大人病人，必須要由病人先提出，得到2名醫生的同意，才有法度申請。雖然在國會表決法案的時陣，場外有真濟反對民眾組織，認為應該要用照顧來代替安樂死，也毋過來克雷蒂的媽媽煞支持安樂死。 Urge people to please just actually read the wording of the bill and see how restrictive it is. 美联社报道，民意调查有过半的国民支持法案。纽西蘭政府嘛要喺2020年舉行國會大選的時陣，甲立法通過嘅安樂死法案嘅最後決定權交予民眾，用公投嘅方式來進行表決，是唔是愛成效？記者林上報道。 南韓目前正在舉行大學入學考試，對學生來講，一屆考試關係到未來會讀什麼學校，以及到伊未來工課甲收入。為了要讓考試會當順利進行，公家機關甲大型嘅企業攏前後上班時間，考試也較晚1點鐘開盤，警察也無佇咧營，也隨時佇咧待命，甲指導考生送入到考場內。 警察車駛入來學校，警員陪伴指導的考生入去考場，真濟記者小姐要翕相。南韓今年大學入學考試則是佇咧低溫當中開始，真注重成效的南韓競爭是真激烈，真濟考生讀冊真濟冬，就是為着這工，希望講會當考到真好的學校，變做人生的勝利組。 수능 잘 보고 오겠습니다. 그리고 뉴스에 대해 좀 많이 불공평하다고 생각이 됩니다. 파이팅! 南韓政法務部長做過表出規關的特權挑文了後，中國話真緊的時節，毋過風波還未結束，因為做過的查囝靠父母的地位得到特殊的待遇行後尾門，成功錄取南韓第一校府的修女大學，學考去用斷掉佮連續6個學期得到獎學金，引起民眾真不滿，要求政府實施入學制度改革，來保證定數公正公平。 우리 딸 말로는 12년 동안 수능만 바라보고 살아왔다고 잘하기는 바라지 않고 그냥 본인이 원하는 곳에 갈 만한 당연히 불공평하고 그게 그러니까 있는 자들의 특권 같아요. 今年考試有要到55萬的考生來參加，考試敢若一天，拄早起8點40分，連續考到尾暗5點40分。考報的順序是國文、數學、英語、南韓歷史甲科學，第二外語甲漢文。今年嘛有真濟高中1年甲2年的學生來考場替考試的學長學姐來加油，而且考生厝內底的人嘛是真緊張，佇咧囡仔考試的時間，走去廟裡或者是教堂祈求神明會當保庇考生得到好成績。
우리 손주가 이번에 시험을 보는데 실력대를 잘 보고 실수 없이 잘 봤으면 좋겠습니다. The best drivers have gathered to manage the streets near the test sites and give rides to the test takers who came to the wrong school. 大学入学考试伫咧南韩是国内的大代志，为着要考试会当顺利来进行，国家机关甲大型企业的上班时间改做10点上班，考试9夜嘛晚1点钟来开盘。若是下晡进行英语听力考试的时阵，南韩机场所有起飞甲降落拢暂停25分钟。若是考试的成绩会伫12月初4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继续关心到香港的消息。香港反送中示威也拖到大学，也因为安尼，自13号暗时开始，中文大学71名台湾学生甲其他学校的台湾学生开始坐飞机返来到台湾。也因为香港有的大学受到反送中的影响来停课，教育部表示会协调国内的大学提供授课措施，协助因会当继续读册，无就是会当转学返来到台湾。 是前天早上就情势开始有点变得比较剧烈，然后我妈就叫我回来，所以昨天早上就动了回来的念头，然后下午的时候的飞机晚上就到了。读香港城市大学的大同学，因为学校宣布休课，所以13日先甲一寡台湾的同学先坐飞轮机回来。情势比较严重啊，学校也有寄 email 跟我们讲说，就是可能就改成线上上课，或者甚至线上考试都有可能。我觉得再看看它真正的配套措施是怎么实施，然后再看看吧。 香港的情势不明，有真侪学校宣布停课，可能去影响到学生的就学权。大同学表示，学期伫咧12月底结束，学校讲会看状况来安排课程，还有考试，即马间内当等通知。若是台湾的教育部甲陆委会为着要保证讲伫咧香港的台湾学生的安全，会成立专案小组。若是学生有要回来台湾的需求，会斗3天来协调，而且嘛联络各大学替学生来进行学习连接的安排。随班复读选修学分，考量在下个学期要转回。 台湾来做升学的等等的准备啊，那么教育部已经做相关的这些联系跟安排。几个姐妹校主动的联络他们，希望能够研拟出一个延续他的学分数跟学籍的问题，让这些学生就是找他们适合的适合的的课程，然后让他们可以转过去。 根据陆委会上新的数据，香港示威冲突所发生的停课风波，有280外个台生会伫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回来台湾。台大、成大、清大、高大等等学校拢表示真欢迎这学生回来。东华大学学生会支持香港争取民主反送中的这样的行动，然后谴责警察暴力的行为。 因为香港反送中示威行动，警方向部分大学来发射催泪弹，互校园变成战场。 东华大学学生会公开谴责香港警察去学校内底施暴，而且要求花莲的立委参选人对这个代志来表态。还佫有真侪台湾的学生团体发起联署声援，谴责香港警察的暴行，而且嘛点出台湾应该甲香港保卫共同价值，保护青年的安危。这连续一天，已经有4000多人来响应。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反送中事件影响到真侪大学，其中香港城市大学的台湾人校长郭伟却拢无来出面，外界也伫家己批评。立法院教委会透早咧讨论中研院预算的时阵，立委就问讲，中研院敢要甲郭伟对预算的名单甲除名？那立委却希望讲，中研院唔通捌政治，也讲甲伊的预算资格除掉是政治霸凌。 香港警察近日校园发射催泪弹，甲示威者爆发冲突。最近这几天，香港大学校园也正做冲突的所在。香港城市大学大籍校长郭辉被外界批评无出面保护学生，引发社会观感极度不佳，需要重大讨论事件的时候，中研院院士难道不应该有适当的除名或退场机制吗？院士是名誉终身职。 你要表示沉默吗？还是表示遗憾？很遗憾这些事情会发生。如果我们能做任何事情，能够去为这些学生做的话，我觉得我们同仁都会愿意去做。立法院教委会14日起进行中研院预算改动案，因为郭伟校长也有中研院士身份，被立院立委批评，因为伊的行为引起社会观感无好，应该爱有除名标准。不过，那立委看法无同。你是不是职务？
我可以把你取消掉。可是你的院士我没办法给你取消掉，玩政治没有意思，只会把中研院的实力越来越削弱嘛。您认为我们适合在这时候就非常武断的审查一个院士，他到底在这事情上是不是应该就有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啦？然后呢，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的院士资格啦？既有的法规下，我们目前中研在这个时间点是没有办法处理任何这样子的。委员会组长要有清楚调查过程，若无可能称作媒体公信政治霸凌。经过平面媒体报道，贵委回应指出，校团队为6月开始，逐工对着状况密切关心，事态发展，8月份就成立紧急事故应变小组。官方网站顶端也继续发送消息，各位学生甲教职员提供各种协助。同时强调，执法人员确实要进入校园执行任务，必须甲校园沟通，呼吁唔通互加入政治，进入校园。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名单拍算伫咧15透早来公布，政府风声讲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玲排伫咧第1，市政顾问蔡碧如排伫第5，无伫咧安全名单内。不过蔡碧如表示，伊对民众党摕到绿色真有信心。国政党不分区立委的名单陆续上拢杀出来啊！台北市长郭文哲率领的台湾民众党13暗时是经加开会来讨论，传出市府劳动局长赖香玲排第1，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张基乐排第2，那市府顾问蔡碧如是排第5。明后天就会公布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在市府，我就是做我该做的事。谢谢。那在立法院也会做该做的事情吗？谢谢啊，不好意思。这阵风下，民众党杀出来的不分区名单，包括台北市政府劳动局长赖香玲、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张基乐、永良基金会顾问高虹安等人，对家己可能去放放伫咧第5位，无排伫咧第4席的安全名单内底。蔡碧如表示，伊对民众党将有信心，会使摕到6个席次。如果我们这次选得好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有6席起跳，那好一点的话，应该可以到8席。那所以我想的是如何整合一些小党，把所有的票都投到民众党来。只是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佮看到永良基金会顾问高虹安可能去放放伫咧第3位，郭家军的蔡心如和刘友东可能放伫咧亲民党的不分区名单内。外界质疑郭台铭安尼是双边拢地的做法，恐惊会冲击到民众党的政党票。哎，这个生意人嘛，那怎么办？我们是守信用的人。我也觉得，通常我们答应人家就照做。至于后来有出现什么新的变化，那就算了。然后人家讲了就讲了，我们就邀检察官撑过去。蔡碧如表示，准公确定和赖香玲和吴静莹代表民众党出征，会先依照规定请假，较袂发生行政无中立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徐梦红也是台北市议员瓜子区委员，在今仔日甲梦红视网膜陈子健等人做伙整一个党，或者是欢乐无法党，也讲无排除甲理念相共的参选人来合作。另外，区委员也评论纳入不分区立委名单的争议，伊讲若乱派人去不分区，代表这个党完全无核心价值，希望国政党会当认真处理不分区的名单。本党标章为红底白三角，象征欢乐的美好红色生活。廉党讲不时突袭，大金无顶悬，计算突袭数字也一直增加，让人特别紧张。梦红台北市议员瓜子区委员和市网部陈子健志期77张志奇调做欢乐无法党，突袭上侪人都爱食盐水鸡蛋糕，结果真讨厌盐水的市网部竟然输去，只好吹紧加力甲吞落去。14个总统大会会对115位总统党员当中选出党主席等等重要的党职，因为2020大选即要到，那伫党开出不分区的名单，所以引发争议。欢乐无法党嘛，真有意见。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审慎的看待自己的不分区名单。那当然，我们已经这个我就今天不特别评论谁做比较烂，但是显然是真的有人交出来的成绩单比较差一点。面对香港反送中愈来愈激烈，区议员认为少年人一直拢是时代的良心，煞不一定会当享受到最后的成果。尤其香港的少年人牺牲真济，不过大家拢呼着因的牺牲，真遗憾。因为欢乐无法党，互人讲是入城政党，冲动党员认为这会当互民众用轻松的态度接近政治。在多数人眼里，可能不是那么好去进行接触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欢乐无法党的出现也有点像在
就是嘲讽，我个人觉得啦，他就是在嘲讽。外界关心反绿部发动敢会推出立委的人选，志奇七七表示要提早公布，避免遭到风声。不过区议会强调，总统了后无排除和李念同款的参选人合作，嘛已经征询朋友的意见。未来敢会推出和人无同款的人选，各界拢伫咧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米其林集团在今日宣布，2020台北米其林指南会升级做双城市，评鉴范围会变扩到台中。目前也正在进行餐厅评选。交通部观光局表示，2018年台北米其林发行的迄个月，台北卖食的就增加5%的人气，希望借着好食面来促进城市的观光。家2020米其林红色指南显开，米其林集团宣布，伫咧台湾的评鉴范围由台北扩大到台中，升级做双城版。目前已经伫咧进行餐厅评选的作业，先拢会去经到台中。米其林集团表示，因为台中兼顾着城市的观光甲好食面的实力。First, what we look at the gastronomic scene of the city, and also we look at the potential for the next few years. 米其林集团最近这几年真拼死地发展亚洲市场。2018年台北米其林指南第一届发行，迄当阵观光局已经开1000万的预算，付比比起来台湾评选等等的相关费用。观光局表示，因为米其林伫国际知名度真好，嘛真值得投资，而且就伫咧台北米其林指南发行了后，效果嘛真好。有一组客人是从摩洛哥来的。然后他们是亚洲的旅行，然后他们去了首尔，去了东京，去了大阪，然后来到台北，然后他们就来我餐厅，就是10% 到20% 是有的。因为米其林的指南的发行，对于我们台北相关的这个餐饮业，其实在整体的营业额上已经超过了将近跟同期比较增加了将近5%。学者分析，过去国际对台湾的印象敢若停留伫咧台北，即马米其林加一个城市入去，是互其他城市伫咧国际出名的好机会。未来台中的印象，毋是敢若有夜市啊好食面，卖当互国际旅客，毋是敢若伫咧北部。米其林不管他认为它有没有魔咒，但它其实会让就是国外的旅客把眼光不要再只看着台北，它会慢慢聚焦到中部。米其林是不是能够吸引观光客进到台湾来的？这个我是比较打一个问号。那倒是今天观光客进到台湾之后，能够多一样可以吸引他的。学者嘛提醒，其实米其林伫咧台湾发行2年指南以来，部分有调查餐厅也是叫人认为这是外国人心中的台湾味，啊，毋过伫咧自由行真流行的趋势之下，正港的台湾味才是有看头的所在。观光局会当邀请全台湾的美食专家，规划出本土化的好食面地图，而且会当发展做旅游行程，加强国际行销。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稳定资源真欠缺地区的医疗品质，行政院在今日公告公费医师基本留任奖励计划，即对明年开始，只要服务满4年，而且压未65岁公费医师，继续留伫偏乡或者是申请到偏乡地区，每个月会当领到补助7万到10万，希望会当改善偏乡的医疗环境。台东台武卫生所的医师正在为患者照超音波做肝病诊断，为着要稳定偏乡地区的医师人力，行政院通过为服务提送的公费医师基本留任奖励计划，只要服务基本4档，65岁以下的公费医师继续留咧，也是申请去偏乡继续服务，每一个人每个月会当另外补助7万至10万。资源的部件跟配置上面会朝着医疗平权的概念去走，而不是光走这种投资效益这样来看。卫福部表示，偏远地区的医疗提供主要是公立病院和卫生所，但是医师招募真困难。过去大部分外科公费医师分发服务，但是因为一般公费生捌伫98年停招，虽然105年开始停招考，每年培育差不多100人，但是身故制度要上接有7年的空窗期。为着要填补医师人力，会到1要改善偏乡医疗环境。第一个当然就是以离岛优先，像是在台东，像在恒春那么相对的这个医疗资源呢是比较匮乏的地方呢，会列为第2优先。虽然说它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但它至少说有重视到这个问题，因为有钱都不见得有医生来，更何况是没有经费支持啊。
卫福部强调，过去公费医师基本留任率只敢那一成啦，所以这个计划会依照偏远程度和科别，互因无共款的加成，一定每年开办，同时间卖强化公立病院的任务甲功能，更新设备，搁搭配远端医疗方式，充实偏乡医疗人力，提升在地医疗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台湾的能源会当稳定，中油伫咧2013年投资澳洲液化天然气开发案，伫咧去年底也开始在这个月开始收成，而且第一台液化天然气船12也大船入港入来到高雄啊。船身290公尺，用要含高雄着合夜市啊，共款长的气船高险未封号，大头啊驶入来高雄永安港，看起来真壮观。船顶4个感觉式的天然气槽，载运6.7万吨的液化天然气，这个能源是中油头一届达成参与矿区开发自产自提的成果。从2013年的时候，完整参与上游的勘看、钻井、开发，自己生产、自己租船、自己运输，回到我们自己家门口。我们预估1年会有3船，但第1船就是最令人兴奋的。为着分散天然气的来源，维持台湾能源稳定，中油伫2013年投资澳洲普调液化天然气开发案，由 OPIC 澳洲公司协助开发碳勘油气。气船入港的时阵，工作人员讲真感动。不过中油讲，袂因为安尼。满足，会搁再找找搁较侪海外合作的机会。或许我们要持续的为我们的能源的供应、稳定的供应，以及我们在相关天然气的一个自我的天然气的一个强化，那我们希望能够来达到50%天然气供应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任务。中油表示，为着达成50%的电力由天然气供应的目标，会积极拓展海外能源。等到2021年，投资案进入生产高峰期，每年中油有可能分到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含凝结油差不多280万桶油当量，会当有效提高1%的油气自主比例。记者综合报道。在1月20是国际儿童人权日，在今年也是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30周年。在今仔日有亲子共学团举办儿童人权伫台湾的活动，希望用好推广的方式来代替处罚，推动儿童人权的观念。我画这个。为什么要画天空？天空很好看。伫透明的塑胶片顶悬画图，也是写想要讲的话，搭伫咧儿童发声墙顶悬。猫妈妈轮流为囡仔讲绘本故事。大卡小卡亲子共学团举办儿童人权伫台湾系列活动，则是伫老家溪河川教育中心展开，希望用沟通代替厝内面的体罚，推动儿童人权的观念。我会告诉他我担心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会告诉他做这件事的后果可能发生什么事，那他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做。那小朋友在知道了父母真正的想法之后，他不会只是想，哦，你只是不让我做，他们会在反思我怎么样做，可以妈妈不担心，我也可以开心。每年的11月20是国际儿童人权日，今年嘛是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30周年。目前全球196个缔约国，台湾伫103年嘛立法实施儿童权利公约法，要建构一个守护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儿童是有人权的，然后可以就是尊重、理解，不要再用过去打骂教育，然后威权的这个方式来对待孩子。亲子共学团认为，大人用拍、用骂，或者是剥夺权利当作手段，敢若想要控制囡仔的行为，符合家己的期待。但是体罚和家暴只敢若隔一条线，若无细致就会超过。爱尊重囡仔是独立的个体，公平对待。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向文化部争取经费，希望替北港珍贵建筑物重新整理，也要邀请无同款的领域艺术来驻点，要来重新呈现北港文化。来到北港镇大福戏院，第2、第4期各项叫做北港座，是民众常来看歌戏甲电影的所在。是后来戏院真侪年拢无得用，互云林县府来做历史建筑，而且甲中央争取2000多万征收外发，即马是地方展演的所在。
大腹溪也算。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吉雅轩这些，这个对北港对整个台湾从宗教衍生出来的整体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云林北港除了大福戏院，加上香火真旺的朝天宫妈祖庙，所以分管府甲文化部争取北港100年议定再造历史现场计划，串联北港丰富的文化资产，要让民众会当重新熟悉，也是体验过去的历史文化，嘛会当因为安尼，请更较侪观光客来。整体性的计划，而不是一点单栋单点的这个计划，让它整体从这个历史文化的价值出发，来做整个空间的整治。包含个别计划的修复，也包含像戏院的复兴，那么以及无形文化资产的调查研究跟传承。陈丽君表示，北港朝天宫妈祖庙是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是有形无形文化资产重要的所在。真侪传统工艺大师甲艺人都有真丰富的文化底底。目前初步计划已经完工，稍后会针对地方的需求搁再强化，希望会当让北港呈现历史再造风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后壁有一个连心园启智中心，因有一段期间对外无实在，却唔愿意接受别人甲因捐钱，因要用爱心办一道青草的，互一寡需要人关怀囡仔，感受到社会温暖。中破西传了着志刚，总共40人来到了连心园启智中心的这个灶卡，要来煮一道相当澎湃料理，互连心园的这个汉万囡仔来享用。这是由着热血义厨团来发起爱心计划，由着团长黄春耀亲自来接触着各式团体了，针对需求开出着菜单，然后由着这个志刚，也是讲厂商店家赞助食材，结合大家力量做回来做爱心。咱伫餐厅做厨师的时阵，常常看人家点足侪菜，规桌顶的菜，但是咱的回收桶厨余桶，常嘛拢足客满足甜的，有很多人他们根本就是没办法吃到一顿餐厅的料理，我们就去募一些食材，咱来煮好家的院生或者是独居老人、孤儿院这些人吃。所以我是采用募资不募款，我要青菜就给我青菜，我要肉你给我肉就好了。热血义厨团已经是办理到第6档，每一个月咱会到各地社区机构来做服务。今年首出来到台南煮了11项菜，提供230人来做享用，同时各有5位美法师嘛来做志工，帮机构应声来义诊经历着门面。昨汉呢有看到这样的志工团体人愿意来做义厨的这个工作，因一团来40个，你不管是来煮物件，来提供这物资意见。这美发师所以讲大家拢会当家己当做一日志工来甲咱服务咱这个院生是非常无简单的。连心园基金会执行长甘肃教表示讲，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热血义厨团，无接受到捐款，只需要到食材，而且依照现场料理的方式，甲爱送来到社会角落，互人是相当感动。后壁区的采访报道。新店的高港风，和市地新店的乌鱼特别大只。再加上今年气候特别稳定，乌鱼子的产量也比英国更较侪。货车载规车满满的乌鱼，后搭开开，内底拢是一尾一尾巴甜的乌鱼，鱼面排开排，3、2下就将黄金金的乌鱼子摕出来。因为气候真稳定，即马当着时，估计今年的产量会超过15万尾，产量价值会超过1亿以上。成长好，乌鱼子品质较好，大无偌济。因那即马的天气拢迄个较热，全世界都是高温，所以讲乌鱼子成长会比较差。但是今年就是有陆续的下雨，成长会比较好。养殖业者指出，其实过去这几冬受到气候无稳定的影响，乌鱼子的产量是减真济，嘛，互饲乌鱼的业者损失袂少。好在在今年总算会当补淡薄回来。过去这4、5年来呢，天气都不是很稳定，冷了2天，然后呢，再来马上就很热，温差太大。温差太大的话，这鱼体它也不适应，所以它原本储存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油脂呢，会累积很多，它没有办法呢去转化到这个鱼卵里面。根据往年相比，今年的状况是鱼体没有大到那么大，但是呢，鱼卵的比例相当的高。除了乌鱼子真受到大家欢迎以外，乌鱼还会当做各种好食的料理加加工品。拜6、礼拜日伫新德馆举办乌鱼好食节，互民众做伙来享受乌鱼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冷小可，其他地区明日会较寒。中南部地区早暗温度是差真济。台湾各地头大部分的天气是多云到好天。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天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